分體冷氣機清洗專人，深層潔淨高壓除菌，空氣更清新。定期分體冷氣機清洗的重要性。分體式冷氣機經常累積灰塵及污垢，影響空氣質素及冷氣運作效率。冼冷氣通專業團隊提供深層潔淨及高壓除菌技術，徹底清洗分體冷氣機，保障室內空氣清新健康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洗分體式冷氣機的4大好處：提升冷氣效能，節省電費；高壓除菌，有效殺滅細菌病毒，改善室內空氣質素，延長冷氣使用壽命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，確保你的冷氣持久如新。實用技巧：如何自行清洗分體冷氣機？關閉電源並打開面板，取出爐網並清洗浪鉗，使用專業清潔劑清潔散熱片，重新安裝配件，開機測試運轉。若需更專業的深層清洗，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分體冷氣機清洗常見問題 FAQ： 多久需清洗一次分體式冷氣機？建議每半年一次，保持最佳效能。高壓除菌真的有效嗎？高壓除菌技術能有效去除冷氣內部細菌與異味。自行清洗分體冷氣機是否安全？簡單清洗爐網安全可行，但內部深層清洗建議交專業人員處理。